白白拢是风请的，劳工伫咧5.1劳动节有休假，公务人员煞是无。明仔载立法院会要举办公听会，讨论劳动节甲教师节是毋是应该变做固定假日，互全台湾做伙休假。全高总是呼吁政府要赶紧实施，上好是每年的劳动节，互所有的劳动者拢会当放假。劳动节是全体劳工的放假日，不过公务员、老师、警察、消防人员这职业算是公务员，却无放假，白白拢是人请的，食头路人为着要争取权益，全高总拜二开记者会，诉求劳动节、教师节拢应该变做固定假日，嘛向行政院化为赶紧实施，幸福劳动者一个休假日。陈建仁院长他已经之前做过承诺，那今年。我想也有立委这边在总质询的时候也有质询我们卓院长，卓院长也没有说完全不行。针对这个议题，立法院拜三嘛召开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的公听会，各党立委嘛伫咧公听会前一天先表达党团甲家己的意见。我们主张让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有一天的休假权利。那聆听完之后，我们可能才会。内部会来进行开会讨论，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出一致的决议。民进党确实在这个部分没有讨论过，然后如果就现在的那个行政院的态度，应该也还没有明确的态度。5月初1这天，有人爱上班，有人休假，全高总呼吁政府每年伫劳动节进前爱赶紧统一，列做固定假日，互全国劳工拢会当休假。也若教师节目前敢若是纪念日，无放假，是毋是爱变做固定假日？全高总认为会当放伫咧后一步，慢慢来讨论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